5月份我第一次去長江三峽旅行，同班波友跟永安旅行社去玩，坐嘅係2026年4月全新首航嘅新一代超豪華郵輪長江最強科技船王攬月號。全船總噸位去到17000噸，樓高7層，設有259間客房，最多可以載650人。但係佢唔係長江三峽最豪華嘅郵輪，佢標榜嘅係智能科技。雖然我都冇乜點用到佢嘅智能嘢，但係今日我會同大家全方位開箱呢一隻移動嘅海上智能5星級酒店。即刻起航！攬月號主要行經典嘅重慶宜昌航線，下行航線4日3夜。我哋玩嘅係上行航線，由宜昌上重慶，所以係5日4夜。永安領隊幫我哋辦好咗入住手續，踏入大堂，成間酒店咁啊，仲有2部電梯，而且因為佢用咗最新嘅燃油加電池混合動力系統，所以成架船都唔會有引擎震動，感覺非常舒服。首先行下架船有啲咩設施先。 B 一層係長江行劇院，可以睇船上高安排嘅表演。咦，仲有收費 KTV 房喎。1樓有棋牌室，如果同麻雀腳嚟都可以付費開台㗎。有免費 gym 房，基本嘅器材都應該夠用嘅。自助洗衣房，免費提供自助洗衣同乾衣服務，仲有 SPA 中心、按摩服務，按摩價錢仲一啲都唔貴喎。要 book 嘅話就要喺2樓嘅接待處度 book 啦。2樓係前台同埋所有人都可以嚟食嘢嘅月光餐廳。3樓係長江行酒吧同俱樂部，有時船上面會安排啲講座或者節目，都會喺呢度舉行。4樓就係岸上行程嘅集合地點，仲有 VIP 魚缸餐廳，高階房型就可以喺呢度用餐啦。如果入住行政套房、家庭套房或者係頂級嘅總統套房嘅乘客，就可以嚟到5樓嘅套房專屬行政走廊，免費享用精緻點心、特製嘅飲品同埋觀景下午茶。5樓仲有親子互動區同埋自助書吧。6樓中庭呢就有精品店。最後頂層就係超大嘅陽光觀光甲板，而每一層樓嘅船中間都會有啲唔同嘅佈景主題，俾住客影相打卡。每晚都會派節目表放到你房裏邊，你想玩就走去玩，你唔想玩就自己 hea 咯。行完一輪睇下啲咩食先。據聞船上請咗食神級嘅大廚坐鎮，1日3餐全部都係高水準嘅自助餐，由中式熱炒、新鮮海鮮到精緻西餐都有，真係食晒我咁多年嚟嘅自助餐 quota。攬月號行嘅係國際河輪 all in 一價全包模式，即係就算你唔係跟團，自己上船玩，佢都係全包宴嚟嘅。我住嘅係5樓尊選江景露台房，所以喺2樓同埋4樓嘅餐廳都可以去。最緊要嘅係出面有好多郵輪嘅指定酒水都係額外收錢，但係攬月號指定紅白酒、啤酒、汽水同飲品全部都係無限暢飲。每晚食飯飲嘢同朋友吹水，望住出面嘅三峽景色，真係爽到爆。最後睇埋間房先，空間喺長江郵輪裏邊都叫寬敞㗎啦。最正係每間房都有獨立嘅私人露台，推開門就可以直接睇到長江三峽嘅無限風光。呢隻船最大嘅賣點，全球首創嘅華為鴻蒙智能座艙系統，全隻船嘅房都可以用普通話語音控制，得閒就喺度叫小姨小姨，都幾好玩㗎。叫佢開窗簾、校冷氣、燈光、電視乜都得，科技感爆棚。但係首要係普通話唔能夠太普通咯，我就成日叫唔喐佢啦。至於郵輪期間嘅行程，介紹幾個我印象最深刻嘅。第一個係經典嘅三峽大壩，
感受垂直升降船機。呢個真係一世人一定要睇一次嘅奇觀。由於三峽大壩升降船機設計初衷係為咗俾船快啲過壩，佢嘅乘船承載限制只有3000噸嘅船，好似坐電梯咁垂直降落嘅，所以萬噸級嘅郵輪冇辦法直接開入呢個三峽垂直升降機嘅。我哋轉成咗細船去坐呢個垂直升降船機，喺8到10分鐘裏邊垂直下降113米，差唔多40層樓高，個感覺真係好震撼。呢個好值得親身體驗一下。三峽大壩工程搬遷咗135萬人，水位上漲咗100幾米。1994年開工到2006年，但係技術跟唔上，最後到2016年先至完工。長江三峽垂直升降船機目前係全球規模最大、技術難度最高嘅垂直升降船機。第二個係三峽之巔，海拔1388米，喺最高點俯瞰渠塘峽，喺船度都會睇到渠塘峽同毛峽，真係同人民幣10蚊紙背後嘅圖案一模一樣。第三個係夜遊雨仙谷，山間步道兩側有五彩繽紛嘅現代燈光點亮。樹林間懸掛住好多各式各樣嘅古詩詞，非常之咁詩情畫意。景區裏邊嘅核心係一個天然奇石溶洞，夜遊將現代高科技嘅聲、光、電效果投射喺有3億5千萬年歷史嘅鐘乳石上。鐘乳石洞去得多啦，但係呢個真係打造出非常震撼嘅視覺效果。呢個夜遊嘅行程通常喺4月到10月出發。如果有嘅話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最後係白鶴梁水下博物館，一個非常震撼嘅景點。佢係全球首座唔使潛水就可以到達水下遺址嘅博物館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被譽為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。大壩蓄水之後，古老嘅白鶴梁石刻已經被淹沒喺江底。遊客唔使着潛水衣，直接搭一條長達91米、全密封嘅巨型扶手電梯，用幾分鐘嘅時間就可以落到江底40米嘅參觀走廊。呢個環形走廊有150米長，一邊設有23個圓形抗壓觀景窗，你可以好似喺潛水艇裏邊睇出邊一樣，直接睇到江裏邊有1200幾年歷史嘅石刻、石魚同埋歷代文人嘅題字。真心呢個又真係好值得去嘅。總括一下今次5月搭攬月號嘅體驗，我同大爺2個人去，加埋高鐵1等座，費用係30602。如果你問我值唔值得，我覺得如果你預算鬆動，中意追求新事物，又唔想上到船之後呢樣又加錢，嗰樣又加錢嘅話，呢隻2026年最新嘅攬月號絕對係現時長江三峽嘅科技天花板，一價全包，玩得又高檔又放心。就算你唔係跟團，自己訂去玩，我覺得都可以㗎。唔知你鍾唔鍾意呢隻全智能嘅郵輪呢？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今次跟永安去長江三峽嘅行程或者價錢細節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。玩完隻船，其實我哋前後喺重慶同宜昌住嘅陸上酒店都好得㗎。想知道永安幫我哋安排咗咩陸上行程？下集帶大家睇埋三峽陸上行，記得幫我點讚、訂閱、真遊嘆世界，分享呢條片俾你想一齊去旅行嘅親戚朋友啊！我哋下條片見。